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8的暗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就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强度风台日起嘛已经变强啊，目前是伫台北的东南东方的海面，暴风圈当咧近wat台湾。今日透早伫宜兰东部外海发生规模大的地震，气象局表示讲未来袂有更较大的地震。一方水果地风波有中国网友要来对付去中国开店的台湾饮料店。强度风台日起嘛，伫咧过去3点钟内变更较强啊。之前即马伊的中心位置是台北伫东南东北方，大约是390公里海面，暴风圈当咧近wat台湾。气象局表示讲，阴暗到明仔是影响台湾上界大的时阵，包括着台中以北以及着花莲、宜兰，拢是陆上警戒范围。强烈风台日起嘛，来势真强，海军的 AAV 7两车电路战车已经进驻宜兰所有大兵救灾，离花莲海边也出现了阵阵大影。海巡队已经扭起封锁线警戒，无要互民众接近。伊伫台东外海风影也慢慢增强，8号甲10号台东往返绿岛甲南苏客轮停开，渔船也无法度出海掠鱼。台东区渔会鱼市暂时休困，渔港边仔卖食的拢变甲零零清清。渔船没办法出去，那还有绿岛往返绿岛的那个船班都停开，那所以游客一定会比较少。日起嘛，过去3点钟强度小可增强，目前中心位置伫台北东南东风差不多39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耍鱼。七级风暴风半径280公里，才慢慢接近台湾。宜兰、花莲、基隆、新北、台北、桃园甲新竹县区、苗栗、台中拢是警戒范围。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而且暴风圈也有扩大，所以现在陆上警戒区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台中以北地区以及宜兰跟花莲。气象局表示，日起嘛结构相当完整，风台眼也真清楚，愈晚落雨的愈明显。暗暝到拜五是对台湾影响上大的时阵，也针对陆境范围发布风雨预报。伫未来24点钟，北北基、桃园、新竹平地雨量上悬，应达到250到300毫米。北花莲。这个宜兰一直从新竹以北到这个基隆，其实这些县市大概都会被暴风圈所笼盖住。雨势来说的话，还是以礼拜5是最多的，大概集中在2天下完。那南部来说的话，大概会有明显的西南的环流，从礼拜5的下半天一直下到礼拜天。气象局表示，风台有希望伫拜六慢慢离开台湾，不过风台南边水汽真济，中南部依然有大雨或者是大水雨发生的几率，爱特别细致。记者综合报道。除了风台以外，在今日透早5点28分的时阵，伫宜兰东部外海发生规模6个地震。气象局表示讲，这个地震是南宜兰构造破碎带烧脱所引起的。不过，根据过去监控的经验，若是讲要有更较大的地震，可能是无啥有机会。不要再往上了。倒袂去大南海，大溪乡跑马古道、五峰旗、大路桥道安尼连落来，边仔阿鲁比做的水塔也被土石地甲变形。台九线所花界115公里也因为地震路桥一度阻断交通，但其进度和宜兰市区的超市会给产品来到其涂骹买物件，民众讲连路上的车拢咧摇。有摇很大，技术有在动啊。这件透早5点28分发生在宜兰外海规模6个地震，宜兰进度达到6级，花莲和平4级，双北也有4级。除了屏东乡村全台有感，气象局分析，这件地震是南宜兰构造错动造成。这个区域在1920年捌发生过规模8个大地震，一直拢是地震较侪的地带。在这个今天这震央附近地区，还有许多。规模超过6.5甚至7.0以上的地震发生了哈，就是所谓的南宜兰构造。在今天这个地震，我们认为说，对于这个地区所累积的这个能量，它的释放是有所帮助的。这个地震发生了后，伫7点02分，宜兰所有阁发生一件规模4.6个地震，宜兰台北拢感受到3个震度。气象局不排除发生伫所有的这件地震，是因为透早5点28分宜兰外海地震所引起的，也毋过属于2件独立地震，并不是余震。到下昼2点，宜兰外海再度发生规模3.6个地震，上大震度伫宜兰有4级。气象局分析，下晝2點這件規模3.6個地震，目前看起來是透早5點28分組成的餘震，因為隔壁
点钟才出现余震，判断未来出现6以上的余震的机会已经大大降低，除非佫出现密集的余震，才发生有佫较大规模的地震可能。气象局会继续监控。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透早大约5点半所引起这个规模大的地震，也引起真侪问题。亲像伫咧台铁甲高铁，有的车是停驶，有的是延后发车。伫咧湘北地区，有驾驶漏气，以及着墙壁落壳的灾情。真不幸的消息，伫咧新北市的中和，有一个富人人因为地震，伊的三柜仔倒落来，甲地死啊！伫台中也因为地震，规个路面来碰骨，驾驶讲憋气漏气的情形。消防人员由防锁线继续夜水来解避。台北南港软体园区附近，因为驾驶漏涉，伫早起6点外，现场四界拢会当闻到真重的驾驶味走出来。早上测得的最初的数值是30%，它已经在这个爆炸的一个上下限的一个范围，浓度算蛮高的，所以我们就立即的架设了水线。驾驶公司就尾随派人来倒沙工，找到漏涉的所在来进行抢救。地震的影响嘛，造成中正区东山街这栋空厝，砖仔壁倒落来，甲一半的车道顶掉咧。啊，搁伫济南路2段嘛发生点头态度落落来撞风，好加载无任何人来受伤。好像921地震那时候也是这么严重哦，顺便巡视我们里面看有没有灾情。我们一看到我们就马上通报。因为大地震，就连新北市警察局的保安大队勤务大楼嘛传出楼尾顶顶落的热水管刷位的灾情，雨水都高楼流落4楼，部分楼层的壁搁闭起。啊，若是伫新北市是发生重大意外，伫咧中和区新生街这栋主体，一个65岁姓李的查某人，去互发现讲伫房间内底互倒落铁架仔3拄仔缀掉咧，厝内的人将物件刷走，啊，毋过查某人迄当阵已经无力喘气，送病医疗嘛是无救倒转来。这个事件敢是因为地震所来引起，检调该进一步来调查。从外表来看，只有右脸有2条的压痕而已，那其他身体是没有明显外伤。他来的时候四肢其实已经有点僵硬了，所以根据经验提，他应该是往生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台中地区嘛发生纵风，伫高义路甲南平路口，那像因为地震造成地面扑起来，结果水道水一直伫涂骹问出来，而且伫现场阁会当闻到驾驶的味。这个浓度不会有着火的危险。不会，这个浓度其实非常小，都还不到0.1帕，因为一般还没达到我们那个燃烧的爆炸下限。目前路口2个所在碰起来，宽度差不多是10公分，3平方公尺，面积差不多是40平方公尺。驾驶公司的人表示，可能是因为地震造成驾驶漏涉，啊，毋过高度真低，暂时无危险。因受地震因素影响。8点17分往北湖区间车大约晚6分。现场的广播伫咧讲列车前的消息。透早地震发生了后，包括台铁、高铁、台北捷运等交通单位全部唔敢结放放，小连续启动 SOP 停止驾驶。经过巡检了后，已经恢复正常，好在在无传出严重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有风台灾情，也看到莫纳克风灾到今也已经满10年啊。屏东县政府举行莫纳克风灾纪念活动，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出席来参加，也去视察灾后重建的情形。另外，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出席到市政府所举办的纪念活动。罗南市柴布拉区的风灾过后，屏东重建的现况，伫金马风台要来进前，透早阁有地震。总统蔡英文除了第一时间伫面册发文，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再度提醒严防风台和地震带来的后核实灾情。第一个时间我起床，当然我们的苏院长也赶赴这个展望中心哦。那么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系统都有跟我随时汇报情况，所以电话大概3分钟以后就有电话打进来。蔡英文回想起10年前，伊等于故乡屏东担任志工的代志，也清楚表示，任内上重视3件代志：掌握即时清楚的风灾资讯，和强化风灾基础建设，以及风灾救灾，也和国际相接。虽然再三强调无要讲政治，嘛是挡袂掉回应韩国瑜的批评。蔡英文连任是为着要互官员吃好请好。确实是这种不实的指控，已经做到总统候选人了，最好是不要这样做了哈。不过今天我们又在讨论这个选举的议题。莫拉克风灾届满10周年，蔡英文参加屏东的纪念活动，高雄市长韩国瑜嘛参加市府的纪念活动，颁发感谢状，予风灾师和风灾的企业努力保护并且让人民的生命财产
得到更舒适、更完美，是我们执政的一个信念跟价值。让我们市民朋友安居乐业，是我们市政府永远不变的承诺。韩国组同款避担政治议题，暗时阁去三林区参加大爱分区感恩晚会，但是主本有机会和郭台铭伫晚会见面，因为洪泰来抓拍乱，即马党内拢联络袂到郭台铭，包括真侪那样的支持者真着急，国民党面临整合困境。现在应该是让郭董或者是王院长沉淀一下，因为初选中间有一些裂痕，他们有很多的委屈。我觉得党内同志应该是用耐心、诚心、同理心来看这件事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以他应该尽力努力，用最诚挚的心能够去进行联系，去进行一个推测、一个来往，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郭台铭促销公开的行程，父亲节是透过面册发文，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嘛对10当来应领农场的新生感受真深，并且指出每一个人拢有下过悲痛、重新再起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创党要来拼2020年的大选，敢会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以及着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合作呢？大家是金看。外界也风声讲郭文哲已经甲郭台铭已经有会面过啊。郭文哲也讲遐是温书，毋过郭台铭的幕僚也毋愿意来证明讲因两个人敢有会面过。那讲到民进党主席杜英泰邀请郭文哲来入党，郭文哲也口说讲爱民进党先来修改党章，才过来讲。台北市长郭文哲白色力量创党要来拼2020大选，今是要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还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见面。传出讲郭文哲已经甲郭台铭来会面，还有媒体人伫人面册表消息，8月7日过瓜会内容。啊，毋过郭文哲唔讲凊彩准过。有见面没见面，这个是人家的隐私啊，我也不需要去我去外面，除非人家说同意讲，要不然你去外面大声嚷嚷干什么？那假设他们没有绝对否认的话，或许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最近过瓜合作民调，若像变价感觉，郭文哲强调讲反对看报纸伫国家要有信心去改变民调。郭文哲一直去互哪力也当作是大选的对手。吴敦义前日才批评讲伊偷用台湾民众党的党名，啊，毋过郭文哲无回应，甲伊压，而且民进党主席杜英泰邀请伊入党，伊阁甲伊吐倒转去。好了，我都没有叫他，算了，不要讲他坏话了。你拿 Google 出来吗？要 Google 说白的事情嘛。请民进党即刻修改党章，我们再来讨论。啊，这个民进党的这就对起来，这凊彩讲的。台北市双主车开发案车告是签约的底限，代表的厂商南海控股若是无来签约，会失去资格。啊，毋过南海因为中资义务去互中央卡掉咧，郭文哲嘛挡袂掉，搁一届批评蔡政府。后来他们就跟我讲说，后来美日的那些公司都嫌台湾的政治风险太高，所以这句话他当前的政府要思考。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变成外资投资台湾最大的风险。郭文哲讲，若是厂商控告，唔知案件要伫最高行政法院拖偌久，而且伫司法定数还未有结果进程，市政府袂当做有实质意义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北市长郭文哲进前组一个台湾民众党，即马一个规台湾的里民，一个里长甲村长也要来组党，要成立一个基层联盟，希望在2020年立委选举时阵来争取到政党票，得到不分区立委的名额，要来推动地方制度法的修法。来自全台各县市里长同齐做伙。因不满地方制度法年久无修，里长定位无清、无薪水，决定要组党成立基层联盟。8号伫汤圆举行成立大会，推选全国村里长联谊总会长杨新坤担任党主席。团结起来，我们不是要展现什么，我们是要告诉我们中央政府，这一块基层人民的声音绝对不能漠视。基层村里长表示，同款是民选，也毋过全台超过7000位村里长却是无薪水，每个月只有45000块的事务费，并不合理。透过串联组党，希望在2020选举争取政党票，得到不分区立委的协助，进入国会推动地方制度法修法。村里长完全没有定位，
连薪水他都没有办法合法的给我们薪水。我们不是要求薪水增加，完全没有。我们要把它法制化，串联到全国这样子，因为这个党以后就可以帮我们里长争取一些我们该有的尊严跟一些制度方面的改进。参过村里长联谊总会认为，无一个民意代表比村里长更加了解第一线百姓需求，强调基层人民不是小党，也无政治色彩，不排斥双重、三重党籍。呼吁2020总统候选人用心了解基层服务的困境，提出政策。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市大溪有10个步道，其中1号甲3号经过一个黄霜雨甲一摆西北雨，规个拢放弃，地基也水冲了了。其中3号的步道就要修理，有影是真困难，可能会搁再重新规划新的路线。台中市管理局也讲，民众若是去爬山时阵有发现有问题，就要赶紧来通报。台中市防控所警官伫大溪1号步道查看毁损的情形，部分路基已经流失，要护原恐惊有难度。这边原本都是我们的那个路基的支架，对，整个都翻起来，这个也是啊，这是原本的路基，整个它推下来之后，就整个翻掉这样子。1号步道还有其他的问题，未来若是遇到大水雨，恐惊有水路阻断的风险。第3号站帮步道的部分，用要规个路基流失，就算修好，恐惊嘛是有危险。台中市大溪总共有10条步道是民众登山休闲活动的所在，其中1号至5号步道大部分伫林班地也是保安林地内面。这间的毁损，台中市风管所指出，主要是大自然的破坏力上大。去用改道或是做这个园艺用吊桥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所以在林线上面呢，其实免不了都会受到一些天候跟豪雨的一些影响。目前大溪1号步道边坡崩塌，南投林管处会透过紧急河道清理，避免塌沙威胁到主路的安全。3号步道当时林管处评估地形伤険，修复困难，未来有可能另外找路线。目前新专线封闭，登山的民众表示，修复若是成本伤悬，应该以维护大众的路线为优先。路基挡堵墙必须要加强。那当然势必要花很多的钱。那以投资报酬率来讲，我觉得以政府的目前现有的资源，要投入那里来讲，我觉得不适宜。为着要让登山客爬得安全，台中市管理局透过2000万的灾害准备金，针对10条登山步道分配进行修缮，卖伫各登山入口处采封闭告示，车山友卖硬咧入去，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5股的本所山，因为较早拢无人伫咧管理，而且占用国家土地，这个工厂拢是乱起，这情形也超过20年啊。市长侯友宜透早也带队去拆除河川地边仔违建，为业者来批评政府讲无人性，由业者来放声口，讲因愿意是来拆除，毋过拜公来通知，打着要来拆除，实在是袂赴，看着也规个拢讲明去啊。外手甲围将铁档拆掉，泡面落落来，四界望烟散布。新北市5股本所山游行甲货柜仓库占用国有地，早起伫新北市长侯友宜带队去用中介拆掉。因为五股垃圾山长期在都市计划迟迟没有核定，所以大家有。呼峡台语话，台语聊落去。天堂儿全新进化，你没到过的天堂，更宽广的冒险视野，挑战。哪里找地方？你要跳拢无要紧，了啊！比赛分只要比完吼，你免跳，我家己我就跳啦。咱分只拄啊，我会阁用嘛。对，这钱要是贵拢当买的啊。对，咱无我做工仔人，
啊，结果的是你来话听就听，啊听到伤过没有人性啦。业者亦无奈表示，因嘛是对台湾经济有贡献的一群人，政府讲听就听，真正是伤无天良。新北市政府回应讲，占用国有地就是违法，若是真正有心要改善的业者，政府会辅导因来申请变做合法的工厂，未来会甲5个本所刷入比法，要来做大台北地区重要的公园。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环保局初六去加查台南新营一间土石场，发现内面存的这个洗车的废水是臭糊糊，也因为这个工厂无环保主管机关来核准因处理垃圾水的牌，也违反着水污染防治法的第20条，相关会当罚因300万，也需要求因来停工。台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加入去新营一间土石堆矿场，唔但闻到臭糊糊的味，现场嘛看到流落来的洗车废水，环保局人员嘛出水采样。环保局最近接到社群网站反映，台南新营地区有臭味公害事件。经过稽查人员主动巡查，锁定一间土石堆矿场。初六稽查人员入去土石场，发现因无经过温准就甲洗车废水流落来。初步判定有可能是因为有机性底泥造成的臭味。除了现场要求业者停止作业以外，嘛要求还未得到许可证前，袂使有类似的行为。那现场有发现好像是有机性的底泥。有臭味存在，所以要求业者停止作业，避免下雨天造成2次公害，违反水务法第20条，最高处罚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台南市环保局强调讲，最近3个月针对新营甲鹿龙区已经处罚空气污染防治11件，罚60万7200块。另外，照废弃物清理法罚6件，罚金3万6。而且嘛要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工厂有排放空污，也是产生臭味的情形，要通报环保局，做伙保护清气的空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打落来看福建。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动，有网友要来号召讲，伫初9要伫香港机场举行着万人接机的集会，伫初10也有新界游行。不过，这2个游行呢，香港政府一个警方是也未来核准。另外，也有这个民间团体甲建制派的组织，这2边在今仔日拢召开记者会，一边是来批评警察，另外一边是来支持警察，也讲这个逃犯条例要继续来修订。尖沙咀太空馆的外墙，其实暗暝变成光影南农墙。这场街头观星的活动，上千人要成员和警方逮捕的大学生。香港反送中行动也未煞，伫初6了后，初8民间举行第2间记者会，主题是正大法治进步南權。郭台銘市民反駁警方含政府過期嘅言論。請警方喺今日稍後嘅記者會上，示範喺5米內接受海綿彈、布袋彈同橡膠子彈射擊測試。等公眾透徹了解警方所指以上武器不足以致命嘅理據。市民強調，所有示威行動攏是自發性，無大台，嘛無軍事。批評政府是用白賊話含槍支抵港，暗國面對警民衝突，顛倒出現無共款的聲音。建制派組織表示，收集市民的意見了後，提出9萬市民在一大訴求，去灣仔警察總部頭前大聲喊支持警察，報道無代表香港人，佮表示希望定期逃犯條例修訂。重啟逃犯條例嘅修訂，制定禁止示威蒙面法，就即係話你要示威可以，但你唔可以蒙面。訴求嘛包括定調了以支持暴動，以及調查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是唔是有協助，也是煽動暴動。香港警方初8下晡嘛召開記者會，說明浸大學生會會長彭仲賢的案情，目前佫在調查當中，嘛計劃互伊申報實質調查，以呼籲殺到來參與集會的人愛和平守法。The police respect every citizen's right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freely. We are willing to facilitate public gatherings to proceed in an orderly manner. 300了後，香港各地示威活動也未休。初9到11，香港機場會以萬人接機香港歡迎你的主題，號召佇咧機場一路入境大廳集會，並且強調袂衝擊、袂破壞、袂入去禁區。初10是新界大埔遊行，但是這2項活動攏也未得到警方的核准。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配合川普要來掠以非法移民的政策，初7雙向去查密西西比7間農產品的工場，掠到要700多位的
非法移民，这可能是联邦政府伫工作场所内面上界大的执法行动。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拜三突袭密西西比州7间农产品工场，逮捕将近700位非法做工的无证移民。这寡劳工被要求出示身份文件，有一寡被人超伤久，有一寡是双手被尼龙索绑起来。ICE 发表声明表示，因拢总拘捕大约680位非法做工的移民，并且扣押相关业务记录，作为联邦犯罪调查的一部分。ICE 无特别指出这寡非法移民来自倒位，也毋过无细估领事馆已经派员前往协助家己国界民众。And they're going to take people out, and they're going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ir countries, or they're going to take criminals out, put them in prison, or put them in prison in the countries they came from. We're focused on criminals as much as we can. 美国总统川普顶个月才宣布 ，ICE 将强力扫荡非法移民，遭到民主党执政的首长小吉抵制，呼吁地方执法部门会当唔免配合 ICE。I do know this is not about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nd it's not about enforcing the law. This is a political act by this president. He has politicize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gency to help him win re-election. 这一摆扫动可能是美国移民管制史上上大规模的单一州执法行动，部分被害人士会基于人道理由释放，也不需要出庭，移民法庭应讯，其他人是会被送往 ICE 的关押机构。记者综合报道。捌伫2015年6月发生小规模火山喷发的日本千干山阿萨玛亚马，伫当地时间初7暗时10点的时阵，搁再发生小规模的喷发。日本气象厅随甲火山警戒等级调到3级，为着安全来设想，离火山口4公里以内范围拢是袂使入去的。感受的面内底，当看到远远的山头，先是有一点仔火光，了乌烟就请到天顶去。日本军马关甲中野关之间的阿萨玛亚马，伫当地7号暗时10点左右发生着小规模的喷发，当当时乌烟清悬到1800公尺，火山口方圆200公尺，嘛会当看到喷出来的火山喙石头。昨日7日22時30分に浅間山の噴火警戒レベルを3に引き上げました。3级警戒是禁止民众进入火山口方圆4公里以内，同时爱设立会飞出来喙石头，还有火山灰。为了民众安全，当地警方封锁了上山的路，住伫警戒区内底居民嘛烦恼发生危险，自主前往避难所避難。10時10分に撮った写真なんですけど、夜道歩いて振り向いたらこういう黒い雲が上がってたので、かなり大きかったので噴火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虽然阿萨玛亚马嘛捌伫2015年6月发生过小规模的喷发，也毋过目前无传出第2摆喷发，嘛无人死亡也是受伤，只有附近的农园甲车辆面顶有淡薄仔火山灰。日本气象厅观测暂时无发生火山型的地动，也是山体膨起来，也是岩浆活动真激烈的状况，会维持3级的警戒观察状况。记者陈世东报道。讲到这个日起嘛的风台是继续来近瓦台湾，伫嘉南甲宜兰拢是警戒范围。目前这个雨水是南面休南面落，这个海浪也变强也变济啊。伫嘉南的渔船也拢入港来闪风台，伫宜兰的部分。伫咧宜兰县政府也随甲水门关起来，当咧举办的冬晚节也因为着安全的问题，5点就来休园啊。数十只渔船啊、游艇排伫嘉南北岛渔港，因为强烈风台日起嘛来势增强，船主已经做好准备，提前1天进港避风，用锁保安。这边港内船只不多，不会发生所碰撞的问题，防止说漂流木去打到船。危险啊！就惊民众到海边看海影，海巡人员出动巡逻，果然发现有钓客伫江边钓鱼啊，赶紧抗议离开。鱼市场虽然正常营业，却无啥物游客。日起嘛，逼近台湾、嘉南、宜兰拢发布了陆上风台警报、备复预报开始出现时阵大雨，风影也愈来愈大。原本是冲浪胜利的宜兰乌石港，因为强台利奇马逐步逼近，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拉起封锁线，大浪不断打上岸边，提醒民众千万不要靠近。看到雨势还未增强，国军下晡到日接间海保装线包，要提供予较低地区的居民，防止雨水灌进厝内。目前只针对这个五节乡有兵力申请，那后续如果有其他的乡镇
有提出的话，我们也会依这个兵力合派的标准来做这个分配。不止海岸边加强戒备，宜兰东湾节8号主办单位决定下晡5点就休困，启动防台措施，将水门关起来。用叉扣将大门算好，佮用铁腿啊加强固定。宜兰县政府加防台破坏管护的建筑。架了这个以后，它整个那个门扇的部分不会因为强风，然后整个摇晃，导致整个门扇的损坏。伫市区火车站头前的几米公园，官府派出怪手将飞天火车装置艺术先摕落来。官府也讲，每一摆听甲装拢需要差不多是开10万，不过为了安全是必要防范。随着风台接近，宜兰当地是真细致做好防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风台你起码也强度是搁在变强啊，暴风圈的半径也变大，风台会对台湾东北部的海峡来经过。伫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是上界近晚台湾，也是影响到台湾上界济。咱做伙来看气象局风台快报说明。第9号强烈台风利奇马在过去这3个小时强度有略微增强，而且暴风圈也稍微扩大到了280公里。台风中心目前是已经来到了台北东南东方大概39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持续在接近台湾的东北部海域当中。因为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而且暴风圈也有扩大，所以现在陆上警戒区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台中以北地区以及宜兰跟花莲。海上警戒区域的范围仍然是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台湾的东半部海面。至于阵风的部分，在台中的梧栖有观测到9级的强阵风，另外像中部以北、东半部沿海一些空旷的地方，也有观测到6到8级左右的强阵风哦。明天白天台风逐渐走到台湾北部海面这个附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北部地区的降雨还是持续的在明显的增加当中。另外的话，就是中南部，尤其是中部山区、南部的山区，在明天白天雨势也会越来越显著，山区的累积雨量也会快速的增加。大家上界关心明仔载国体头是毋是停止上班上课？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布的资料，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明仔载是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云林县明仔载是照常上班上课。另外，基隆县部分上晏会伫今仔日暗时10点来宣布。一个再好天气，我哋嘅农民无影响收蔬菜。强度风台日起嘛要进往台湾，佮要防止大雨向来。云林一透早就农民伫咧抢收菜色，希望会当减少损失。目前西螺果菜市场每公斤平均菜价大约是2块，平均菜价是到32块。也实际上菜价也爱看风台影响是多也是少。一个再好天气，我哋嘅农民无影响收蔬菜。农民表示，这个限制药拢是示范性质。现在要趁到雨势还未来进前，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啊无风台一到，大风大雨恐惊将菜药挂破，到时蔬菜拢无度收成。都水若淹去都卖收安尼尔啦。若无淹去，就是咱的福气，咱会收安尼啦。了解。阮这拢靠天食饭的啦。西螺果菜市场表示，顶一阵仔连续落雨，蔬菜供应量有减少，加上即届强台利奇马来袭，产地菜农赶紧抢收，要减少损失。主要西螺果菜市场总成交量达到815吨，比前一天搁较侪60吨，但平均每公斤的菜价起2块，现在每公斤大约32块。大宗蔬菜啊，就是山上高丽菜哈，微幅上涨2块半，刀心白菜也是一样。那叶菜类也差不多都是微幅上涨2块半左右。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受到风台以及心理的影响，这个月市场蔬菜交易总量有增加，介绍嘛小块来起价，不过目前整体菜价阁算稳定。后续菜价阁需要观察日前卖风台对蔬菜产地所带来影响才知影。记者为您报道。中国要打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之前台湾的一方水果地引起了争议，即摆又风声讲中国的网友要去糟蹋去中国开店的台湾饮料店，看这寡店家敢是台独的。学者也分析讲，台湾修订国安法，限制国人去到中国，
中国也限制因的人来到台湾旅游，双方拢伫咧以政治牌。不过，这个中国的目标就是为着明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对台湾的政治提早施压，唔那是提早，而且变更较强烈。都上知影品地啉茶国家台湾来的，即句日语介绍国家两个字，去互中国网友提出来批评。即间去中国投资的台湾饮料店是支持台独，都进前一方水果茶引起香港反送中的政治争议了后，有中国的网友就开始找即寡来中国投资的台湾饮料店的官方网站，讲有台独意识的饮料拢袂去买。这种集体的猎巫，互相在封杀一些相关的企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做法。台湾的饮料店伫中国发展，即马甲烦恼讲甲通道争议有关系，变做台商伫中国发展的另外一种成本。台湾进前修订国安5法，限制个人去中国参加活动。中国嘛歹互旅客来台湾自由行，对这一方也是金马奖等等的动作，双方拢伫扫政治牌，要试探对方。可以把它解释成是一种预防性的作为。因为台湾总统大选快到，所以他怕节外生枝，引发出一些很突发的政治事件。就比如说像去年在金马奖上，两岸的艺人因为政治议题而相互一些角力的作为。这些作为呢，中国大陆就是赤裸裸的介入台湾的选举，我们要在这里向来陆方表达我们严厉的这个谴责与遗憾。陆委会批评中国利用政治手段干扰两岸的正常交流，更会互两边的关系愈来愈歹。学者认为，两岸关系即马当在一个真歹的场面，中国施压明年的总统大选，而且阁要借香港反送中来示威造势，反制蔡政府，时间提早来头卖加强。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头壳若袂当自由的想，咱的嘴就袂当讲三千张。中国国家电影局禁止中国电影参加到金马奖，有影评人认为讲，实际上是要阻碍两岸的文化思想交流，因为袂少伫金马奖拼出头的电影，因为这内面拢有一寡独立思想的内容，这寡物件是伫中国拢互禁止的。要去哪？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以7点钟时间，静静描写着百姓伫当代社会承受的数字压迫。不过导演胡波伊拍片并无顺利，后来选择轻松来表达对电影的执着。去年金马奖评审团将最佳剧情长片颁予了这部中国电影，最佳导演是颁予了中国导演张艺谋。张艺谋赢。去年金马奖最佳导演也颁予了中国导演文献，伊电影《嘉年华》描写着张同遭到性侵，反映出中国的真实事件。自从90年代中后期，金马奖开放中国电影报名，无论是独立制片或者是有名导演，拢会透过金马奖这平台甲两岸三地影迷交流。如今中国当局禁止报名，影评人感慨，这也剥夺电影被关注的机会。之前金马奖都很鼓励，也很欢迎中国或是香港很多很优秀的独立制作啊，或者是一些批判性色彩很强烈的作品来参赛。其实看似打伤我们金马奖这边，可是其实内伤更多的会是中国这边自己很多优秀的创作人的作品。亲像金马奖的常胜军娄烨作品也长期伫中国被禁演，影评人分析，有的电影不一定是直接对中共批判，不过有对社会百态观察，这种题材大部分无法度得到当局批准放送。我举个例子，去年拿到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大象席地而坐》，它其实在片中并没有所谓对政府有强烈的批判，但是可能中国会认为它是一部很负能量的电影啊，这种作品。很多时候它不太会被主流市场接受，那在中国不太有机会上映，甚至有可能过不了审查。那其实，在金马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他们有一个舞台去展现。今年张艺谋新片一表征，剧情有中国官场甲文化大革命，好亲像受到政治压迫伫柏林影展临时撤展，如今也无缘金马奖。有电影人认为，中国看起来打压台湾有指标性的影展，实际上也是文化思想控制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马伫满街路拢会当看到电动的奥多拜，行政院决议讲，到年底为止，电动奥多拜补助大概共款是维持伫1万块，不过自明年开始会降做7000块。另外，环保署取消新买补助款3000块。电动奥多拜业者也烦恼讲，补助款一声要来减6000，明年电动车的销量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经济部工业局也表示讲，会来辅导业者来转型，甲电动车的市场混合大。
国内市占率上悬，电动车大厂各路都关有高。今年国内电动车销量会冲破15万台，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得到行政院宣布，对明年开始要将每一台1万块的补助降至7000块，但是若是使用国产电池车款，会当阁增加补助3000。明年的话，就是电动机车的补助是改成7000块，然后另外如果这个电动机车是使用国产电池芯的话，就再加码3000块，就是总共是补助1万块这样子。经济部工业局从1万变7000，环保署的新购从今年有3000到明年没有新购补助，所以两个加起来总共会少6000块的补助。预见明年因为补助少6000块，我们认为这个成长的动能应该会放缓。电动车业者烦恼讲，减少补助款恐惊冲击到明年电动车的市场。经济部工业局强调，今年电动车补助搁再追加超过11亿的补助经费。若是每年换买电动车补助经费较减少，但是嘛是有7000块的补助。未来电动机车补助不排除一档调降，但是经济部提出机车产业升级转型辅导方案，会辅导1万间传统机车行转型。课程部分我们会请各个车厂出来承担这样的讲师的业务，我们会接下来像那个专业辅导的部分，我们就要看这张证书，因为你如果没有拿到这张初阶的，你就不要去进入到下一阶比较专业的。我们的技术我们会比 GoGo 差多大？因为技术层面我们也学很多啊，然后也是要有零件做更换才有办法啊。因为东西你坏掉，主要是零件的供应，它的东西只要锁住不外放，等于是你要强迫中奖加入那些系统啊。传统车行头家表示，电动车是未来趋势，其实拢有在上课。但是问题是，电动车的材料嘛是掌握伫品牌业者的手头。若是业者不爱开放，就算技术够安那好，叫无料，恐惊嘛无法度维修。电动车维修市场是看会到，煞接袂到。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公告，针对用1摆就拼会免洗餐柜，这个限制范围要来变大咯。若是伫这个百货公司，也是大卖场的美食街，也是因卖食的所在，这卖这个物件时阵，拢袂使提供任何一种的免洗餐具。因若当时要来实行呢，就是由地方政府来做决定。因应全球减塑趋势，环保署伫咧推动塑胶速供禁令了后，搁再推出一改性餐具的减量措施，修正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对象和实施方式。除了政府部门和学校之外，新增加百货业、购物中心、量贩店的餐饮场所，袂当提供来用消费者各种材质的免洗餐具。百货公司、购物中心跟量贩店业，它在内用的时候也不可以使用各类的免洗餐具。包含它的空间规划，它的相关的这个清洗的设施，它可能需要时间，所以他们可能要先跟这些业者做一些沟通了解，才能够确定他们的一个实施的期程，再来提报给我们。环保署表示，碗盘、刀啊、签啊、汤匙啊等等各种材质的免洗餐具拢包括在内。有过全台湾有330间业者受到影响，各地方政府会当依照各地情形提报实施的时间。目前以大多来看，台北市表达意愿，但是嘛阁爱调开公听会研商，无明确实施的时间表。中央是提供了一个法源依据，但是我们也很期待未来中央可以订定一致的施行的日期，让各个地方政府也可以一致的遵循。不论是量贩店或者是连锁便利商店，其实内用区域是一直在扩大，也使用了非常多的一次性餐具还有饮料杯。那我们觉得业者可以更积极的跟进。环保团体对新规定表达支持，但是嘛希望会当将连锁便利商店纳入规范，并且制定明确的实施日期。同时嘛期待其他的餐饮业者嘛当家己将内用的餐具改做是会当中和清洗的类型，响应环保。记者综合报道。为要掌握大学生健康的情形，真侪大学伫咧入学的时阵，拢爱做一寡健康检查，甲写一寡基本资料。不过有大学生来反映讲，这个问卷问讲，食饱敢有洗喙？查某囡仔偷摆过书来的时阵是几岁？也敢有食钱的物件？有几个问题是干涉到个人的隐私，若是无来清楚回答，既然无要互你注册。新学年就要开始，大生拢爱上网络写健康基本资料。内底问到操警的年岁，食饭了后是毋是有喙齿，平均一天食偌济钱的物件，学生有无共款的反应？
有人说可能是帮助一些比较没有病识感的同学发现自身的问题。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些问题是侵犯他隐私，或是逼他去挖出自己一些不想表达的事情。我也觉得还好，因为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台大地面车交流社团的老话，差不多拢是批评浪费资源、侵犯隐私，也有人讲规矩黑白写。经学生会福利部部长何惠珠认为，应思考是学校应收集健康资料到什么范围，你为什么无写了，就无算完成注册。那针对这些没有必要性的健康资料，学校是不是可以开放让同学可以自由作答？如果你愿意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学校的话，那就是你自己愿意提供这样。对学生的基本，台大暂时无回应教育部是说明，按照规定无同款年岁学生拢爱健康检查，要基准表。生活形态文件有定出食粉运动促进甲网络习惯等基准，各学校也应看推动重点来加入。他觉得他想要了解学生的哪些事项，譬如说刷牙部分，他可能未来他就要去推动相关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措施。他总是让学生知道为什么要提供。来看正大生态健康检查记录卡，以教育部基准为内容，台大加入最近半年健康行为调查，发到倒来成为前期点。教育部讲体谅学校的用意，按过度沟通，讲清楚用途，应减少误解加反对声音。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这个减肥啊，除了你的嘴爱呛以外，另外上界重要的就是爱运动。不过讲到这个运动，什么款的运动是上界有效的？台大针对买2万名身躯顶有变大颗基因的民众来做研究，结果发现讲有6项的运动会当对付变大颗的基因，其中就是慢跑，也就是运河走，效果是上界好。控制就是还有加运动得当减肥，不过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成功散落？就是一些重量训练，然后我会跑步啦，或者是游泳之类的。热量少一点，然后淀粉类少吃，饮料不要喝。伫台湾成年人过动还有大颗的比率要达45.4%，其中微团是占4成至7成。台大公卫学院利用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内底18424个30岁到70岁成年人的资料，用全基因体来分析 BMI、体脂肪等等5个大颗指标，而且进一步分析18种运动项目对大颗基因的影响。结果发现，走表是对付大颗基因上有效的运动，另外就参像爬山、散步、瑜伽、跳舞等等这关嘛有袂歹的减肥效果。不过真侪民众真介意骑脚踏车、纯纯的体操、游水等等这关运动，若是想要用这来治大颗的基因，效果就无参像头前讲的迄几项遐尔好。慢跑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锻炼啊，就是你在慢跑的过程当中呢，你不只手必须要摇摆啊，你的脚步、足部要同时跑步前进。单车相对慢跑来讲，它是属于一个低冲击性的运动哈。那它主要用到的是你脚部的力量。游泳的话，国外研究有发现说，在冷水当中游泳，其实比较会刺激人的食欲。不过学者嘛讲，走表虽然治大颗基因的效果较好，不过无适合所有族群，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袂当做伤激烈的运动。建议每一个人爱照身体的状况，甲医生讨论了后，来选择适合的运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癌症是民众10大死因内面排第1个。针对癌症，要来对症落药，这个准确度要来提升。交通大学甲台北医学大学灵癌研究团队来合作，研究要两清净的毛卵白，用大数据破解到癌症的原因，会来应用伫接发生的15种癌症，对癌症的治疗有大大的帮助。毛卵白已经被医界证实甲真侪癌症关系。这摆高台甲北医大的跨校研究，主要是利用大数据甲人工智慧，有测出近2000种的毛卵白上结合的卵白质，进一步分析癌症基因，大规模建立毛卵白甲癌症关系，创下全球首例。毛蛋白实在太难研究了，那透过这个方法的话，可能有机会很广泛的将人类将近3000个膜蛋白做大量的分析这样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针对它彼此的一个交互作用的蛋白，那么同时标靶，好，我想在对癌症的治疗能够得到更有效、更明确的一个结果。
此外，研究团队更加以无能病为核心，成功找到一种抗药物药物，会当作为抑制黏癌转移的新药物。经由细胞甲动物实验证实，将会当有效抑制3阴性黏癌转移。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在7月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自然通信》。因为未来新药开发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途径、更多的目标，可以去设计精准医疗上面所谓的标靶用药，甚至是所谓的伴随式检测的用药。因为用来抑制黏癌标靶药物费用非常贵，未来若会当透过研究，更加精准的选择标靶治疗用药，直接杀死癌细胞，有希望会当为患者带来更较侪希望。记者综合报道。伫旧历7月时啊，不管是真侪所在，拢举办真侪民俗活动。伫宜兰头城甲屏东恒春，拢会举办唱歌。恒春镇公所也已经伫东城门徛灯鼓啊，也伫徛灯鼓也向阴间的好兄弟来代表讲活动特别开始。不过镇长也讲，今年来报名唱歌的队伍比旧年是搁较少，希望大家拢来参加斗三共一个唱歌的活动，互伊搁较热烈。今年新历8月15，就是旧历的7月15中元节，一年一度的恒春唱歌，目照例伫咧即天要来举办。这是屏东地区重要的中原民俗活动，逐年拢吸引各路的歌手前来挑战。恒春镇公所准歌礼已经伫东城门的门埕彩灯歌四歌棚。镇长表示，唱歌的文化袂使断。我就为了讲，台湾咱这种四歌棚唱歌的文化，我希望是讲卖互断，这个是文化嘛。这个志在参加，不在得名，志在推广我们的文化。恒春唱歌是一种特殊的普渡仪式，流传到今已经超过100年。四国边跳啊、龙马牛油，参加队伍爱靠技术，也靠团队的合作，才有法度成功夺旗。这项活动表达怀念先人、超度孤魂的意思。恒春镇长指出，今年报名队伍较少，甲较早闹热的情形无同。伊讲，若是报名队伍无够，伊就亲身报一队来唱歌。我绝对说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一定会凑足所有的，不然的话，我镇长自己来带一个队组。我自己来爬，这是咱的文化嘛。唱歌是互恒春人感觉骄傲的民俗仪式。除了唱歌，今年也有办骑马巡歌城体验。公所也特别制作限量的四歌棚顺风机，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到恒春，看辛苦惊险的中原唱歌。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香港行喇叭的总铺李福建，特别存一寡猪啦、鸭啦、鹅啦，而且拢是行规者来甲大家妈祖献愿。原来是伊少年时阵爱博袂晓想，万贯家财煞化乌有，就要甲台中大甲镇南宫的妈祖来结缘。毋但这个筊有解起来，而且伊也重新爬起，面对家己的人生，也准备家己上界拿手的手路菜、烧腊料理来献愿。一群人进入大甲镇南宫。烹烘猪、烘鸭，也有烧鹅。要来向大家妈献愿的是今年56岁的李福建，伊是专门做港式烧腊的头家，伊带店内底员工来答谢大家妈的温情。现场的信众是拢大开眼界，凭妈祖的福气，吃到总铺师的好手艺。我拿到那个脆皮猪肉跟那个烤鸭。感觉怎么样？脆脆的，油油的，香香的。今天就是妈祖娘娘在我们店里助阵，会好几个月，所以生意好起来。我们说今天聚集所有员工来答谢他。原来李福建在30多年前对香港回来台湾开烧腊餐厅，迄当时靠着熬煮食的手艺，餐厅一开就是几6间。不过当时就向跋筊，袂晓想，无甲弄鸡线体，后来甲大家妈结缘，怎甲筊盖起来？即阵东山再起，重新搁卖烧腊。会爱赌了哈，尤其一些做厨师的，对啊，也输了不少了。店的便当店啊，餐厅啊，一家开一家，一家开一家，也是赌光了。到后来的话，就是服务处的人跟我讲，不要再赌了，说开这一家，所以生意好起来了。李福建将写信的行李传到。中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
东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6度。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波兰来看古仔节，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陪伴嘉豪1点钟，咱明仔同时间再见面。